来看家己的脚有产销班的青年农民呢，伫温室内面试种一种真细粒的西瓜，而且伊连这皮拢会当家己食落去。虽然目前这产量真少，伫一般传统市场买无，不过因锁定这高级的这个水果市场，才有通买。这新品种也打破大家对西瓜的印象。西河城诶，这条西河城。一刀甲西瓜破开，这是大家食西瓜进前真熟悉的画面。但是嘉义县的六家乡有青龙种一种比一般西瓜更较细品种，大细粒真正差真多。国内的家庭人口可能它的结构可能变成小家庭会比较居多，或者是单身或者是夫妻俩，这可能一次就可以把它吃完，就不用担心它还要储放的问题。对产销班长来到门市采收，一粒甲手面差不多大的西瓜，重量550公克到650公克重，连皮拢会当食，食到的人拢讲口感有影真特别。因为口感，然后很脆，又很甜。这个很小很可爱，一次吃完都不会觉得很大颗。一般咱青龙的拢会就该去糖煎嘛，就是糖是一些比较新的品种。那我们也是跟农友公司合作，先小面积试种，看是不是先试水温。那我们发现其实还蛮让那个消费大众喜爱的。产销班长表示，目前因为种植的面积无大，所以伫一般市场还阁买无。未来已经有暗算要来扩大种植的范围，希望替六家乡的农业特产带来新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